有句话我说了，你肯定不信，女人最有魅力的年纪不是18岁，也不是30岁，而是50岁以后。这个阶段的女人才是最好看、最迷人的。很多人觉得18岁的青春最美，但是18岁的好看是年轻，是胶原蛋白，是没经历过风雨的单纯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梦。而女人到了30岁，看着虽然精致，但其实根本顾不上自己。职场要拼，家庭要顾，父母孩子都要操心，一生全是压力。很多女人直到过了50岁以后才算真正活明白了，走过年少的冲动，熬过中年的慌乱，也不再钻牛角尖，不再内耗，褪去了年轻时的张扬，取而代之的是从容、清醒和温柔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年龄正好处在这道最美的分界线上，从现在起好好爱自己，你的黄金岁月才刚刚开始，往后余生只会越来越美，越来越顺。